乡真搞早，关注看今日2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高尔夫有名的选手柴戈伍兹发生重大车祸，伊家己赛车出车祸，伫不明原因之下，并且有骨折，甲送上病院手术，加在并无生命危险。 为空中画面，因看到这台车倒伫山坎的道路外口，头前受损严重，安全气囊好亲像是开的，四界有部分的残骸。美国高级民众老虎伍兹伫洛杉矶不明原因并车，消防甲医疗人员将伊为车内救出来，送去当地病院。伊的脚有真侪所在开放性骨头进去。 What was said is unknown, but he was conscious. Because it is downhill, it slopes, and it curves. That area has a high frequency of accidents. 警方是伫23早起7点11分接到车祸报案。伊是家己一个赛车，啊，毋过伊的车祸了后有一个真细浪的痕迹。警方表示是后边车拍算停落来斗3工，目前已经针对车祸展开调查。这也是伍兹第3摆拄到交通调查案件。伊伫2017年因为食止痛药啊，致使危险驾驶。2009年，伊的车伫福州家己厝外口弄到消防栓甲树啊。 45岁的老虎伍兹总共摕到15座大满贯冠军，啊，不过一直受脚趾片的伤势困扰。2017年伫手术了后重回球场，2019年伫美国明星赛5摆封王，写东山再起的行奇故事。顶一礼拜六参加一场巡回赛做颁奖人，二至甲23两天拢伫咧翕高球电视节目。伊最近一摆比赛是去年的12月20，甲伊11岁后生斗阵出来。去年耶诞节前2天，因为脚趾片伤势。 第5摆动手术，有人问伊是毋是参加今年4月美国明星赛，伊当时回答希望如此。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过来已经连续几若天无本土病例啊，同病院的军事感染嘛已经收煞。已经指挥中心讲会使放零部分的规定啊。交通部昨昏就宣布讲，对3月初2开始，高铁、台铁、邮局开放会使伫内底食物件，也毋过28个连续假期也无开放哦，要到3月份才有开放。 报告就是因为在高铁上也是，我上次碰到林佳部长，那双方对这方面是有共识。那至于台铁哈，那还有就是说整体我们都还透过今天下午的指挥中心的会议把它定案。 国内连续3天本土境外农历确诊，进前应用暴力桃园病院群组感染，加上农历春节，交通部为2月初1开始禁止民众坐大众运输，甲邮局营业区域的食物件。啊，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甲交通部讨论。即马传出好消息，为3月初1开始放零食物件限制，旅客确实应甲无特定对象保持社交距离，或者是有适当阻隔设备的情形之下，应伫食物件期间。 提喙安，啊，不过食了依然爱挂喙安。另外，上天为3月初1开始，共无放零其他相关限制。除了各车站拢开放对外照场地，高铁也开放自由坐。台铁是取消城际列车被客票数的限制。啊，不过交通部提醒，自18连假期间也无放零饮食的限制，民众爱过等一下。除了爱维持原来大众运输免食物件的规定，交通部也呼吁一定要配合这大众运输防体温、挂喙安这规定，做好自我防护。 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海端火车头昨早发生一站公务维修车弄到东苏代替工人意外，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这个事故，交通部要求代替爱配合调查，嘛要求代替内部爱做检讨。 大批警员围伫铁轨路边搜证，因为代替传出死亡事故。调查就是这台代替电力维修车23早起，大约8点半有3名代替地上公务道班工程人员，正伫铁轨路进行倒查窗外工程维护保养工作的时阵，和电力维修车弄到受伤严重，更加有2个人到医前已经失去喘气心跳。已经急救半个小时了，都没有醒过来。 听到消息，加上紧急赶到现场，双手合十祈祷。只是等到最后，也是有2名细楼甲细判的工人宣告死亡，另外1名细号的工人受伤，转往马街台东分院急救。来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检察官甲职安署的人员赶到现场勘查，检视当时工人伫铁轨路上的作业。我们检查结果，雇主的部分呢，有涉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话，那我们就会移送给检察官去做
处分。同款到现场了解状况的运安会表示，多半人员甲电力维修车拢有进行申请作业，到底倒一个环节出问题，目前将这个意外列为重大铁基路事故的立案调查。盗班人员如果他申请的是刚刚所提到的保修，而不是封锁，那其实在关山站的这个部分就可以进行核准。如果有进行调查，我们还会再去确定说是不是在核准的过程之后有复制到总和调度所。运安会指出，事发地点就伫海端车站内12A 轻便厝附近，也位伫台铁架线顶。盗班人员当时实行夜间检修，过当天提出延长保修申请，就是这份行车电报，即马变成调查重点。如果有影响到阵线上面的运转，它其实是要申请封锁。运安会表示，盗班工人伫行车电报中高山未影响行车安全，这敢是原因之一。也个为什么事发当时，无人员会当及时发现电力维修车靠近，提醒爱撤离，拢爱予以调查。针对这摆事故，交通部也要求代替配合运安会等单位调查事故成因，搁成立代替治安事故改善督导小组，检视代替各项施工标准作业定数。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工程车弄死人的意外，15年来发生3起，造成9个人过往。台铁的产业工会是批评讲，台铁的安全管理无认真，拢是因为欠人欠设备，才会一直发生意外。那台铁的企业工会嘛讲，因愿意协助家属争取国赔。出动怪手重新铺设铁基路，台铁的铁路工主要的工作之一。平常时爱行路顺铁基路，一旦若是发现问题，立刻都爱回报抢修。无论是风台天、日晒雨淋，甚至半暝都爱出勤。伫铁基路顶工作是正事常的代志，风险真正真悬。台铁产业工会讲，铁路工进入铁基路工作一定爱事先通报，确实也出现意外，实在互人想拢无。批评台铁安全管理真突出。训练的方面是不是有便宜行事的这个状况，急就章的让员工上工？那这个比较是我们之前可能会常常见到会有这样的状况。台铁铁路工工安事故过去伫2006年、2014年，原来有一件列车弄到铁路工的意外，再加上23这个意外，15年来拢总夺走9条人命。台湾铁道甲国土规划协会表示，基本上台铁若是铁路施工爱申请路线封卡，而且施工中原来爱有人顾。轨道列车它其实需要蛮长的刹车时间，那区域的两端实施瞭望与及守望，事先有人预警他们说，比如说下个区段的什么路段之间有施工作业在现场执行作业，请他要减速通行，或者请他要小心通过。台铁表示，铁路工维修也甲维修车路线训练拢有依照规定申请，也派出看过的人。到底调税原因是机械故障、人为还是气候，这拢有可能。不过台铁产业工会表示，人力顺铁路这个制度爱换掉，该由机械操作，也建立较严的通报作业机制，才会当避免危险的代志搁发生。台铁企业工会也表示，这届头一遍协助死伤员工家属来进行国家赔偿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受南边云系影响，咱来看上新的云图。今仔日东半部、中南部、中部以北的山区、外岛甲平湖，拢有局部低接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若明仔咱台湾附近的水汽会变热，各地落雨机会嘛加悬。温度的方面，伫这2天东北季风减弱，加上辐射冷却效应并无明显所以各地低温有回升到16度至18度，日时高温有25度至28度。提醒乡亲，今日明仔2天，西半部金门马祖云较低，高大蒙。若空气品质的部分，中南部毋是柑仔色的提醒，就是红色的警示，空气品质拢不好。气象局有公布未来3个月春天雨水量的预测是较少到正常的范围。若温度的部分是正常到凉冷，因为3月份阁有冷气团会入南。中央气象局预测，未来一季3到5月，台湾气温接近正常，因为反盛音现象继续严重。整个在春季以后呢，反盛音的讯号呢就会逐渐的减弱。那到今年的夏季呢，这一种恢复到正常的情况的机会呢是会变大的。气象局表示，依照历史资料分析，2000年以后3到4月雨量有偏少的现象。目前观测研判，今年3到4月雨量偏少到正常，3到5月平均气温接近正常的机会较大。也毋过3月有冷气团落南的机会，气温也有偏冷的机会。日暝温差真大，
另外5月每户季有缘无观测到有大规模落雨情形，雨量偏少到正常的机会较大。大规模降雨在梅雨季的季节上有往后延的这种情况 ，OK， 那要等到5月，那5月就要看这个有没有这个一些机制让西南风增强。那就目前来讲，这个讯号并不是很明显。另外，2礼拜连续假期要到，中央气象局表示，拜5、2、6东北季风增强，并且继续影响到拜6。各地水汽增加，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中南部山区拢会有短暂落雨。波东北季风南下，目前看来，星期5到星期6这波东北季风还稍微增强情况之下，会带来比较多一点的水汽。北部的低温大约在15度左右，中南部16、17度，整个东半部地区大约18、19度。气象局预估，这波东北季风预计到后礼拜日2、8减弱。2礼拜连续假期结束了后的上半日，阁会有一波东北季风入南，并且提醒2、3起到拜5，西半部暗暝透早也是较会大雾。拜4、拜5金马地区也会大雾，低温影响能见度，提醒用路人爱细力开车。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水情恶化，欠水严重，经济部对抗可化中心针对新竹的工业用水，逐个月用水1000度以上的大户，对明仔载2、5开始水量要减量供应。竹科的半导体大厂陆续有启动水车演练，因唔若欠水尔，阁会甲水回收再利用，想步数来应付欠水。来看联合报，香港政府昨昏公布公职人员效忠北京，爱定出区议员若违反规定，会取消选调的资格，而且5档内袂使阁参选。这款的规定是互民主派批评讲，这是北京想要操控香港的选举。来看自由时报，今年的台湾灯会原本安排伫新竹市，后来是因为国内疫情全停办。交通部昨昏公布讲，会场会选去别个所在展览在时间表，其中动物会场甲传统艺术会场会伫儿童节的连续假期选去金门点灯，加做咱台湾灯会史上头一摆选去外岛举办。国内连续3天无新增加本土甲境外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对于头一批 AZ 疫苗得要来台湾，到底要安怎做？疫情指挥中心是讲，原本是有数建议第1期甲第2期自卫时间爱让4至12礼拜，不过经过专家审查了后，同意未来 AZ 疫苗2期注射时间至少爱让8礼拜以上。根据AZ 最新公布的一个研究结果，接种1剂的效力为76%。那延长第2剂接种时间点为12周以上，那疫苗效力可以提升为82.4%。WHO 也有讲说，2月10日他公布这 AZ 的疫苗接种建议，第1剂、第2剂间隔为8到12周。随着国际各厂牌新冠疫苗注射了后出现副作用这个消息，让不少国人对新冠疫苗的效力甲安全性原来会烦恼。对这件代志，指挥中心原来做整理的统计表示，目前疫苗会当分做腺病毒载体疫苗，也就是 AZ 疫苗，副作用是自第1期就会出现，第2期是副作用较小。若是 mRNA 这个疫苗，也就是 BNT 辉瑞甲莫德纳，第2期注射了后，副作用会比第1期较大。整体来讲，1成至9成自卫部位拢会痛，差不多5成至7成会先到。另外嘛有头痛甲发烧这个副作用。那整个在打疫苗当然有分3个阶段嘛大家想要达成的目标。那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当然是希望能够降低确诊数跟死亡率。然后第2，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第3步，当然是一个国际的流通。指挥中心表示，参考欧洲国家的状况，未来会考虑因应无共疫苗产生副作用的情形，第一线医护人员会无共时间做，避免全体做了后产生副作用，影响到医疗人力。若是21为缅甸坐专机返来台湾的82位国人，无法度检附3日内阴性证明的民众有36个，经过入境了后自费采检，采检结果全部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48万人。来看详细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共款维持942例。中国嘅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伫日本是超过4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800万例，印度超过1100万例，伫巴西嘛已经超过1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14万例，伫法国是超过368万例。镜头来美国的死亡病例已经超过50万例。美国总统拜登伫白宫举办追思的仪式，嘛宣布美国的政府机关要降半旗5天，表示哀悼。伫咧极稳定的乐声中，美国总统拜登甲第一夫人吉尔、副总统贺锦丽昂母，日暗6点15分，最近参加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50万大关的烛光默哀仪式。白宫的阳台甲楼梯也点到500支蜡烛，每一支代表1000位往生者。美国经过1年的新冠病毒侵袭，我近2820万人确诊，超过50万人死亡。这样是美国参加二战一个外战死亡人数加起来这么多。That's more lives lost to this virus than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为着要纪念不幸往生的美国人民，拜登政府伫咧日公告要求联邦政府机构降半旗5天。华府的国家大教堂日迄天也讲静声500响，希望透过静声互往生者安息，并且安打家属的心情。美国传染病学的权威佛奇讲，若是美国自有防线的计划拢顺势，最后会达到群体免疫。严格面对变种病毒的威胁，伊愿重申，虽然至少要挂到2022年。I still would want to wear a mask if there was a variant out there. I wouldn't want to get infected with the variant. 因为全美国疫情上严重的加州，目前新增加的确诊加断气的人数已经明显的下降。专家认为，主要是自有防线，也有大部分的民众已经产生免疫力，病毒找不到新的感染对象。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疫情期间，不管是去倒一个国家，一入境就要先隔离。国际上商务旅客因为工作关系，各不将爱四过去，连个时间拢浪费伫隔离顶面。最近伫新加坡，为了要方便商务旅客，因在伫机场附近推出防疫商务旅馆。国际旅客只要是无离开饭店，就会使哪隔离哪办公。是要互短期商务客入境，免等真长的隔离期，个人监控防疫，这难题即马新加坡应解决咯。伫中期机场附近的安全防疫饭店，将其连接1月中开播，互旅客用换来隔离换来讲代志。短期商务客入境了后，带伫中期连接检测阴性，都无需要隔离14天，用伫饭店内底讲生理。Then the benefit they have of this facility is they don't have to serve the additional quarantine time in Singapore. After the initial short waiting period at the facility to wait for the results of their on-arrival test, they are able to get to business immediately. 大入去的时阵，客房灯号会到红灯检验阴性就关掉，这时阵就用离开房间。飞机小姐设施也做特殊设计，亲像这间中用大片气密玻璃分隔，两边有独立出入口，加通风设施，桌顶有对讲机用使用。假使需要交换文件，用透过专门消毒箱来送过去。有这完善设施，帮客人甲当地人来会面。So if you come from the land side, the doors are two-way. You come from the air side. Once you enter the facility, you cannot leave until someone lets you out. You have to stay within the facility. 事实上，中期连接是由新加坡博览中心电厅改起，有150间客房、40间会议室，未来按算扩大到660间客房、170间会议室。因3月会接待第一批旅客，希望这套防疫兼顾经济模式，吸短期商务客回流，互经济早日回温。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辑。来关心缅甸的军方开枪断死和平示威者的行为，即马是引起美国甲欧盟的制裁。美国已经甲12个缅甸的军方甲3间企业列做制裁名单，嘛甲因伫美国的资产锁起来，嘛限制因入境美国。那欧盟这边是打算要制裁军方所管的企业，甚至要取消缅甸的贸易优待。为着甲缅甸军方施压，
美国财政部11甲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莱在内10个现任甲前任的军事将领，还佫有3间军方企业列入去制裁名单，冻结因伫美国的资产，禁止入境，嘛禁止美国人民甲因有来去。伫瓦城枪杀事件发生了后，华府2日佫甲军方国家领导委员会2个成员莫敏通中将甲茂茂乔将军列伫制裁名单内底。国务卿布林肯伫声明当中讲，美国会坚定支持缅甸的人民，会对遐个动用暴力，还佫有压制人民意愿的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欧盟成员国2日伫布鲁塞尔总部召开外交部长的会议，达成政治协议，同意制裁缅甸发动政变甲相关的人士，嘛决定会取消所有为欧盟来援助甲财政支持，还佫警告讲会考虑制裁军方下底的企业，甚至是取消缅甸贸易的优惠。Today, we have decided a set of targeted measures with ministers in response to these events. And we took the political agreement to apply sanctions targeting the military responsible for the coup and the economic interest. 若缅甸国内局势，伫22全国大型罢工了后，各大城市的街仔路也受大细规模不定的游行。逐工半暝1点到早起9点，网络全部断去。社群媒体伫23发布消息指出，仰光的警方半暝掠人的行动是愈来愈侪。缅甸政治犯协会报告指出，从政变发生以来，有684个人互掠入家，637个人互驱劫。瓦城军警开枪杀人的事件发生了后，缅甸国营电视台 MRTV 2日半暝警告示威者，军方会动用武力结束现时无政府的状态。针对这点，人民册伫2日以违反暴力甲煽动政治的规定，甲 MRTV 的网页移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举办国际会议，讨论三巴主权保护的议题，包括咱台湾、日本、中国、韩国加共8个国家参加。日本政府是讲，日本的三巴渔获量减去，拢是因为台湾甲中国掠过头，所以建议大家爱讲好，做伙降低渔获量。来关心英国的首相Johnson昨昏才宣布讲，英格兰的地区要改进的时间表甲路线图。英国即马虽出现注文要出门去佚佗的旅游计划，旅游网站塞车、订飞机票甲饭店的人数嘛向增加。来关心美国的参议院以78票赞成、20票反对，通过汤马斯·格林菲德去做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伊伫听证会顶头有主张讲，美国爱提供台湾抵抗中国所需要的协助，嘛答应未来会拍拼伫联合国内底反制中国。镜头等下国内来关心咱国防部长交接典礼昨举行，国防部长邱国正正式上任，本地部长严德发是转去做国安会的咨询委员。若中国军机昨又搁飞来扰乱，甚至是头一届飞入咱北部的防空识别区，飞甲真低，高度只有300公尺。邱国正甲因信致过，正式加做国防部长。交接仪式由行政院政府委员罗秉成主持。伊在致辞的时阵，肯定严德发伫任内表现，嘛毋忘捌做过参谋总长等几项重要职务的邱国正，会当带领国军进步。要再感谢我们严部长，疫情期间的献力，守护国民的健康，表示感谢之意。下任的国防部长严德发转做国安会咨询委员，伊行出大楼接受官兵列队致意，还佫甲党人握手。就伫国防部长正式交接的这一天，中共军机透早就出动，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位于台湾北部空域，高度300公尺的中共军机佫进入北部的防空识别区，飞行的高度敢若有300公尺。台湾空军用广播驱离。这个飞机低，唔那时机敏感，嘛互感觉是要来起诉的。我认为300公尺的话，它这种飞行的高度应该是下面水下有目标，可能有潜舰在活动，所以我想它可能发现了新目标，而要低空盘旋，去判别潜舰的位置、航向、速度。西南空域的话，很大一个原因其实是跟我们的东沙岛有关。如果他把东沙岛这一边去做一个封锁的话，那还有一个在今天这样北部嘛，北部以及之前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都是从北部它经过这台湾海峡下来的嘛，所以其实在战争的时候刚刚好就可以看到它是南北在封锁台湾海峡。所以其实它是有它的一个战略目标。美国进入拜登时代了后，促政府调整国安的人事，来应应台海的局势。若局势敢会出现转机，对新的国安团队是一个考验。记者综合报道。
蔡政府调整国安团队，国安局、国防部甲陆委会昨下首长拢换人。国安局长邱国正去接国防部，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去接国安局，若前法务部长邱泰三去接陆委会。面对两间的情势，邱泰三是强调讲，伫坚定国家主权也有台湾民主之下，希望两间会当恢复交流。陆委会主委的交接典礼，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担任监交人，前法务部长邱泰三对落任的主委陈明通手令接过印信，正式担任主委。伊致辞的时阵强调讲，面对两岸紧张的局势，台湾敢有法度确保家己的国家主权？政府会全力打拼，会坚持蔡英文总统的指示，和两岸恢复交流。面对着后疫情的时代呢，那我们两岸的交流势必一定要再做恢复哦。那这段期间呢，当然也有很多两岸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的台商或者是我们的民众呢，也都期待呢未来呢两岸呢能够春暖花开。总是笑眯眯的邱泰三接受陆委会，和外界认为讲是蔡政府对中国表达善意。针对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向美国发声，要因停止赞同台独的声音。邱泰三认为讲，两岸的交流过了10年，一寡名词的定义根本就斗不好势。我想好问题了。作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来讲呢，我们的所谓的坚持的底线就是这个国家主权跟台湾的民主了啊。所以我不太确切了解这个王毅先生呢，他对于所谓的这个台独的概念跟定义呢，到底是怎么样？不过中国自头到尾坚持九二共识，邱泰三要安怎展开对话？伊是表示，坚持做一件代志，达不到效果，若是搁继续做，实在是无法度理解。强调两岸的关系应该要务实管理，对等交流才是重点。另外，接任国安局长的陈明通，也甲邱泰三伫咧国安团队合作。当初我是3进，那今天呢是3出啊。人生总是有一个据点，相信他在未来领导陆委会的表现会更胜于我，更杰出于我。陈明通伫咧离开陆委会进前，专讲甲大家下手致意，后一步伊就要进入国安局迎接新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19岁的网球选手詹俊欣，伫塞尔维亚机场因为签证的问题，甲维语讲袂通，互扣押24点钟。三尾仔嘛，伊甲伊的老爸詹玉德平安返来咱台湾啊！伊嘛感谢外交部外交人员、驻外人员斗相共。总算返来到厝，感谢大家关心。19岁网球小将詹俊欣甲爸爸詹玉德伫昨尾暗平安返来台湾，因伫并且感谢外管全力协助，很顺利返来。詹俊欣是伫21为南非坐飞机去塞尔维亚，因为签证甲交通问题无法度入境，一伫机场互海关将爸仔2人关伫拘留室24小时。拘留24小时了后，塞尔维亚各地爸仔2人爱经过土耳其伊斯坦堡转机，遣回南非。驻安卡拉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团透过关系，佮加上土耳其航空做保，爸仔2人将直接飞返来台湾。伊事后伫 IG 发文感谢。非常感谢台湾驻土耳其代表处工作人员的斗相共，互我伫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感受到台湾人的温暖，也互我伫48小时了后，总算迎接到正常的一顿。外交部表示，协助旅外国人是外交部的职责，也提醒大家，塞尔维亚不是申根区的国家，台湾人入境无适用申根免签的待遇。外交部在此提醒国人，由于塞尔维亚并不是申根区的国家，我国人入境的时候并不适用申根区的免签待遇。我们也提醒国人，前往塞尔维亚必须事先要办妥签证。从台湾可以向塞尔维亚的驻日本大使馆前申请，如果在欧洲的话，可以向塞尔维亚驻匈牙利的大使馆申请。我们也请国人要先确认塞尔维亚有关于疫情的最新的入境的规定。目前，爸仔2人已经做14天的隔离检疫。詹玉德表示，这摆经历对后生是真好的学习甲机会教育，真幸运这摆旅程有伊陪伴后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武林农场烟花当日开，真侪民众去看花。然过日子，所有民众因为交通问题，甲园区的人员发生冲突。园区的人员竟然对民众的车下插弹，害民众车身是一大一大油漆。武林农场即马讲因的负气责任，那警方嘛已经在调查。游览车一只一只入去武林农场，民众赛车经过，听指挥先伫遐听候。毋过，一个交通管制人员
常常甲民众匹配叫起冲突，甚至还佫举出大枪向民众的车辆射击。不要这样啊！你不要这样，他拿东西，你不要拿。民众是惊甲赶紧离开。这个事件发生伫2日，民众讲，迄当阵路沿煞，当要离开武陵农场，照交通管制指示行，煞毋知影是安怎会去互匹配叫，甚至因的车佫去互插弹弹着。吓到我想说，这枪是不是在打猴子了吗？你今天拿枪指着叫我下车，如果我今天下车，那你是不是直接对我的人直接打枪了？针对民众的指控，武陵农场是表示真实的，除了会赔偿车的损害，嘛会加强员工情绪的管理。本厂愿意在此道歉，并给予赔偿。后续本厂将会加强员工的情绪管控。武陵农场表示，为2月初3开始展开区里高山的计划，所以员工才会举插弹枪。虽然目前当事人还未报案，不过警方还是会进一步了解，敢是有涉及恐吓罪。毁损罪属告诉乃论。至于疑涉恐吓罪部分，仍需当事人到案陈述。本分局目前已透过武陵农场取得当事人电话。武陵农场烟花季为2月12日开始，园区会做总量的管制，入园的人数上侪6000人，其中包括大型、中型的游览车，拢总30台。因为园区内底人甲车较侪，武陵农场嘛呼吁民众伫园区内底驶车都会驶较慢的，避免发生交通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伫通园的水上公园 X Park 进前方发现讲，内底动物受伤，而且佫一直做无意义的行为。动保团体经过半冬的调查，昨昏有开记者会，指控 X Park 设计对动物无友善，希望农委会去稽查。把文行鱼的尾鸟互别只鱼仔食去，这是动保团体伫通园的水上公园 X Park 翕到的画面。动保团体今日开记者会，讲经过半年的调查，发现 X Park 馆内设计对收容的动物无讲解友善，还因无法度展现主本的特性。X Park 有11个区域，它在进行常态的动物展演，其中呢就高达有7个展区发现动物有受伤或是异常的行为，有8个展区发现动物有刻板的行为或是异常。至少有9个展区里面有饲养环境设计不符合动物习性的情况。针对这个状况，动保团体要求政府就要处理 X Park， 而且要求改善，嘛应该改善动物展演场所的制度甲稽查的机制。农委会是回应，若确定 X Park 有违反法律，会请桃园市政府依法办理。针对动物展演场所，已经有法律来规范甲稽查，未来嘛会继续检讨法律甲执行的状况。地方政府他们本来就是要去做展演场所的一个稽查，那另外就是展演场所每2年至少要进行评鉴，那评鉴的委员也必须要邀请那个所谓的民间团体或者是公正单位来做参与。如果法规的部分需要滚动检讨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回去再跟各个县政府再做协商。X Park 下晡发声明回应，讲动物的福祉是上重要的，面对外界声音会虚心接受。伊嘛强调，家己有受政府的监督甲指导，是合法的动物展演场所，每个月拢有接受稽查。记者郭碧君、林玉凯台北报道。来关心进前伫台北阳明山的擎天宫有几只水牛死亡，最后剩2只水牛母的，经过因刷来刷去，昨昏是送到花莲去生活。也阁有民众认为，这2只水牛处理方式相关单位无够透明，袂使把水牛当作物件送来送去。有感情啊哈。它本身比较乖。饲养员牵起那热牛的头，这只牛温顺唔惊人，随后互人牵入去笼仔内，会甲另外一只牛母坐卡车送去花莲种畜场做最后的安置。为经天宫到金山，阁临时送到宜兰，而且超过半个月。饲养员是讲拄啊到的时阵，确实适用不良。因为一开始来一定会水土不服，所以一开始吃的量比较少，之后可能比较习惯之后。对，吃的比较好。完成消毒，牛母启程，下晡2点外到花莲吉安的种畜场，一个放出牛栏，甲另外2只进前已经送来的水牛汇合，好亲像变得更较有活力，伫草坡顶行来行去。为去年开始关心牛母，佮加入相关社团的艺文评论人就歉意表示，用管厝规的处理过程，互人无法度接受。就是把牛当作像物
物一样，动物是物，像当作物一样处理来处理去，而且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没有公开跟透明化，让所有人都很担心。虽然主管机关用管处一直强调，经天宫的环境无适合水牛，长期来看应该刷所在。不过，两只牛母迁徙不是专家会议决定的，前后迁徙3届，安地波折不断，动物承受真大压力。民众是讲，实在看不到用管处用平等尊重的心来看待性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投国姓乡北港的香园产业是客家的传统文化。这摆是有争取到经费，要来推广这个产业文化，未来卖提供旅客服务，带动国姓乡的观光产业。全新的香茅工作室伫南投的国姓乡兴建完成，侪来宾来参加落成的仪式。客委会副主委期待未来才会使传承早期的客家基艺文化。我们的师傅都是。等于是长辈了哈，他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透过这样一个传习，让年轻的实习生知道说，这样的香茅油提炼的一个过程。那全国我们有选出了8个点，那其中一个是在南投的国姓这里。香茅产业是客家人的一种传统文化。20年前，老长坤邀请80岁专业老师傅，指导要安怎起鼎，为着避免这项机艺失传，特别把过程记录落来。这摆才有办法重建这个香茅的工作室。老先生也表示讲，这个炉是真特别，香茅爱伫鼎的顶悬烧一年，才会当提炼精油。炉真特别啦，咱火下落吼，伊会伫鼎外吼会烧一年，才会延长出。咱普通的炉是怎样下入去？过迄鼎伊就起哩，伊这个香茅吼无共，你爱互伊烧一年，才有起哩。迄个火吼，才会集中会旺，才会滚安尼，才有法度去萃取这个草的精油。国姓乡北港村的香茅工作室，伫台伫一线的大路边啊，未来会提供游客导览，佮有旅游的体验服务，传承国姓乡的客家的基艺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健保拍算有大改变，除了伫国外生活的民众会受影响，另外包括这慢性病连续的处方签，也佮做检查的费用，甚至是挂急诊的部分负担，拢会做调整。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讲，目前确实有影在做规划，也毋过详细内容爱佮讨论。顶日卫福部长陈时中宣布，今年健保费率会起，嘛答应讲进行中长期的改革。即马传出健保会有重大变革，除了长期伫外国的台湾人，停保复保制度会变较严格以外，药费检验检查部分负担的费用也调整。我们的负担算是相当轻的，为了让健保可以永续，个人负担提高一点，我觉得可以接受。现在经济又这么不景气，尤其老人家又越来越多，那这样子的话，对家庭是负担非常的重。那我们要订一个6年的工作计划。希望结合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健保或是医疗给付支付的安排，能够达到一个提升效率跟提升品质的目的。退付保等等或国外海外相关的这些保险，或者我们也需要修法的，我们也会在这个会期里面来提出。根据目前健保的规定，民众出国6个月以上会当停保，伫倒来台湾了后复保，或者是去互渎职退保了后2年内复职复保，就会当随使用健保。不过未来卫福部建议要取消出国停保，复保嘛会变较严格，会使半年的等待期才会当复保。另外，伫健保部分负担药品的部分，100块以下，甲慢性药单免收部分负担会取消。未来建议药费300块以下会收40块。若超过，会以目前的制度收2成，上侪收200块。检验检查的部分，嘛建议按诊所、地区病院、医学中心等无共的残疾，收50块至200块，嘛按算调关急诊的部分负担。这个慢签要不要取消？其实还在讨论分担费用的这一部分。那低收跟中低收都不会去增加。与其从病人端下手，不如从落实云端药历，然后加强药品跟疗程给付管理，到修订更严谨的慢间的开立，都会来得更为务实。陈时中表示，部分负担使用愈济，爱付愈济部分有一寡草案，不过还阁爱详细讨论，才会拍拼对分级医疗有帮助，嘛是咱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有一个独身的查甫人，去年透过中人开230万去乌克兰借白生囝，而且生一对双生仔回来，
也毋过转来了后，煞甲中人发生纠纷。伊是讲中人甲伊拼伫国外3个月，也毋过中人是背回讲，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文件申请较废弃。那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件即马检方已经伫侦办。地无手抱一对上生啊！阿强去年开230万，透过中介到乌克兰的支付一间诊所，要找找代理营业。但是阿强指控去年8月到乌克兰接上生的时阵，互当地中介业者乱扣证件，互伊滞留外乡3个月。原本讲好总费用是台票230万，业者以代办新生儿护照为理由，讲爱加收8000美金。他说如果要快的话，都要再塞红包。乌克兰已经下大雪了。他说：“我不配合他缴纳他们所需要的费用，不然就要请房东把我赶出去，断水断电、机票、护照，还有护照，还有以及往返的文件、翻译、公证，我多花了5000块美金。”不过代办的蔡小姐是出来否认讲有加收费用，强调迄个时阵乌克兰因为疫情，才提出着囡仔出示证明申请流程延误50天，无承认有超收费用。如果230万。加上护照的费用，我还有另外跟他收任何1块钱，请他凭收据来跟我收钱。疫情以后，他1个礼拜只收2天的文件，当然他的文件就要停留在那里50天。疑涉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的规定。也就是意图盈利、从事生殖细胞、胚胎的买卖。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案牵涉到违反人工生殖法，已经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不过代理孕母人工生殖法修正案也搁伫立法院。国检署是讲，代理孕母牵涉到夫妻甲代孕者子女中间的利益问题，个代理孕母的身体自主权也有待找出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台顶3分钟，台卡是爱拼一生。为了要传承文化，高雄有一个歌戏团的团长，伊专工成立一间歌戏的体验馆，有戏台、有戏服，会使学骹步手路，嘛会使学唱歌戏。希望透过体验，要互大家认捌台湾的文化。哇！来换手简单的手势甲戏文，囡仔学了真紧。参加营队的囡仔，对咧阿良团长后壁，第一步爱先学上台自我介绍。我甲林子涵要去学歌戏。爱学身段、学拍锣鼓，这阵囡仔上有兴趣的，就是体验穿戏服。勒头巾呢要吊眉。就是要把眉毛这样，哇，你要把它绑勒起来，这样比较不会掉头。因的妆我也介好看，而且因的衫嘛介好看。我就早差不多2岁时阵，我是看到迄个新疆的衫，我就讲新疆该出去看更麻烦，然后我就直接演歌戏就好啊。我外婆带我去庙口那边看过，我就觉得她服装很好看，那妆也涂的。很漂亮。2天的戏剧营队，囡仔就分组，剧本、化妆、搬歌戏。甘明良负责全部的课程。伊去年底伫个高雄成立这个体验馆，毋但重现德国病，请师傅亲手为戏台布景。后台嘛有真济因爸母的戏团收藏几10档的宝。有新的戏服以外，嘛有一寡咱旧的宝藏的物件，互大家知讲哦，原来歌年要几百年的历史。内底有遐尔侪文化，包含咱服装，每一个时期，你看咱服装的一寡配件，你就知迄个时期流行啥物。甲民良讲，因为厝内有歌戏团，伊伫老母的腹肚内就学唱歌戏。大汉了后，毋但搬戏，伊嘛编戏做导演，作品有传统的，嘛有现代的。有时间就四界教囡仔唱歌戏。这个时代流行啥物，阮就做啥物。所以我感觉歌戏的上大的危机是安怎？是咱无进步。咱本身咱从事人嘛也无进步，咱的囡仔需要实地去摸着、去看着、去听着，去真正去演着，伊较都感觉着讲哦，这个文化伊的存在的空间。虽望即马真侪囡仔台语袂认得，有诶佫毋捌看过歌戏，伊希望透过体验，互大家真正了解歌戏是啥物，真自然歌戏的文化就会当保存。记者陈亚文华为做高雄报道。
刷来好大乡亲会当斟酌看，这是杜拜有一间游乐园，最近是推出全新的空中飞椅，宽度有140公尺，两只脚会当伫半空中行啊行。这140公尺是要挖50层楼高，拍破世界纪录。感觉游乐园的空中飞椅无够刺激，看这个设施才佫讲。升悬佫升悬，看飞戏200公尺的半空中转，地边人看甲牙骹软。这超悬的空中飞戏是杜拜宝莱坞运动园新设施，伊的宽度140公尺，超过美国奥兰多同款的游乐设施，是全球上悬的空中飞戏。It is something that has taken us quite some time to build. It took us 600 days, another 120 days to install this ride. It has 421 tons of steel, and that's how we achieved the world record. 140公尺到底有偌悬呢？用台湾主体楼层来算，差不多48层楼啊悬，比绿川53公尺悬的大路线佫较惊人。全宽度敢若升到皮皮车，啊，不过也佫有真侪大胆游客要来坐看卖。It's interesting. You see the whole city, so it's really freshy and it's really a lot of fun. I really recommend this. 拄仔日时因看过杜拜暗时先看的时阵，也点到无共款色水的灯火，互游客感受无共款的景色。宝莱坞乐园去年因为疫情关几个月，今年1月底才开放。因恶梦超悬的空中飞戏这种的新设施，带来新气象，吸引游客回流，互乐园恢复以前的风光。公司新闻市反映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咱东半部、中南部甲中部以北的山区，拢有局部低阵雨。这两天东北季风减弱，所以日时的高温会当回升到28度左右。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外岛是12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祝乡亲顺心，咱再会。